农业发展条例的实施搭雪山路的开通，使至到宜兰的农体本人操作的很够厉害，一路对宜兰超多的发动。交通加高利片呢，每屯新农民带落来，带通新的农业想法。不过，一群新农民屯投资的人有无同样的梦想，像是在睇日落的农体买卖当中求生存。政府虽然没配合推出的去友善的政策。不过，农体的问题无解决，一批批的新农民过不中而变黑唔讲的，都在政策有好改变当中的地土地因为营销的情形无呢？我们要对下游、秋树、农场也上涨能力来看当中一条路，也是先来谈看啊后生农民的心声。一代完整的农体，像拼图样的，一代接定一代跳到太平洋，也是雪山山脉下南洋平洋过去的风光。2000年农法条例并可能是农xã的條件以後，南洋平洋就開始嘅全球變做農xã嘅新世紀。2006年，雪山農大通嘅交通便利嘅，投資客韓國新嘅農民，個個帶點其他田野夢來到亞扎比開發田地。都因為雪隧開通，宜蘭進入了大台北都會1小時生活圈裡面了，所以同時，想要炒作農舍的力量也進來了。那台灣的農業也同樣在這種時代的力量裡面進行一個結構性轉型。所謂結構性轉型，就是舊的慣行農業就是越來越沒有利潤。那新的呢？新的農業正在興起。投資客來到宜蘭買農地去農xã，用格買入，順平賣出，賺錢像普利樣嘅。宜蘭的農xã對雪山農大同以前的2025噸，第二年就增加到為2611噸，多為586噸，下後每一年農穩定的成長。同時帶動對土地和個消費者好嘅想法，來港中嘅新的農民，想做得喺安老年的農地買賣嘅市場嘅碰嘅行求生存。配合農業的轉型，農委會嘛開始推出了新農業運動的政策，調調、做到、延宕農村再生一條計劃。2009年就沙定推出4體組大田農，利農津貼就係希望勞農退場後生人過來接受農業發揮效耕地。對呀，過來耕種幾下年的後生人就講冇錢冇土地，過來會幫到搭搭。如果你單就是資深回來，沒有什麼東西的話，那個真的會作死的。因為你什麼都沒有，都要靠錢去買，要靠資金去周轉，那個根本做不起來了。你如果率真是家裡外沒有土地的話，他根本沒辦法生存，因為光租土地這一塊很難很難，真的很難。舊的慣行農業就是越來越沒有利潤，那新的呢？新的農業正在興起。我剛剛講，新的農業其實是一種服務業，我們要自己建立品牌，要自己做品項管理，要做客戶管理等等。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機會，也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風險。因為政府是一個社會穩定的力量，它其實不適合在一個產業剛開始的時候就太大力的進場，因為政府都是納稅人的錢。好，你剛剛講的說啊，飄鳥失敗，這種很正常。可是政府很勇於嘗試，我們也給他拍拍手。2012年，吳嘉玲同一群後生人透過宜蘭4田田青年耕種計劃，滿1年時尾來到鹽山鄉陳溝村落實來耕田。小田也是從2012年到13年進行的一個計劃，宜蘭小田田，田是農田的田。嘿，那時候是一個年輕人學習種田的一個實習計劃。對，那時候我是跟一群農政的朋友，嘿，因為會參與農政的事務期，基本上就已經對農業已經有基本的熱情了，想要更認識農業。
疫情请求就本各种乃唔好的现实条件，大多帮帮，像春岛有昂达的5家人和种田田球。我会继续留在这边跟种田，我觉得莽撞也有啦，勇大也有，然后热情也有，然后还有一点点，虽然像讲起来有点矫情，有部分的对农村的使命感。农村需要人，然后我觉得我既然是有能力的，我觉得我应该留在农村。家人讲，要有昂淡，是因为2013年拄好农委会取消的休耕两期的政策，农委会到粮部处提供的青岛的休耕地，故所其一下就做得票到4甲地来讲，伊还为到耕田属农土嘅，迄个当时后生人归到种下好用诶。2014、2015最多，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也是刚好是友善耕作爬到一个巅峰的状态，我就有点。我就算是运气好，就是在那个时候刚好站到一个对的位置，然后就很容易就是镁光灯，常常就是有一些媒体的采访邀约，对。那我承认那时候那2014年，其实我也有一点迷失自我，就觉得我好像很了不起，就也真的有这样想，然后就觉得好像来种田就好像很秋，对，好像是很秋的事情。等到较无人去注意佢，2只腳攏立到田斗度，生發搶存到港中，5家人也下漲低啊，快嘞！媒体的那个光环不在之后，然後你有點回歸平淡之後，我覺得那個才是真的考驗。你要真的面對農田，然後面對你的生活就只剩務農這個事情，其實有一段時間是覺得可怕的。2009年到2014年，宜蘭的農場每一年有552棟、720棟、503棟、690棟、678棟，每一年平均用600棟的速度成長，5年內一下就增加嘅3821棟。有熱情有無農田5家人拄好度到一個時節。面對維持過良好的土地，第一年就本人數據去起步嘅，其實無奈何，嘛因為買唔起農地，清心酸。我2014年其實有租一塊田，他很晚才跟我講說這個地要租我，好，我就那時候也非常的就是很開心，就把這田租下來。後來那個地主就是在我那一年種完之後，他就來跟我講說他地要拿回去蓋房子，我就好，哦，你也不能怎樣，因為那地是他的財產，就是有點覺得有點，我也是那個當下才覺得說，我覺得我好想有一塊自己的地哦。不用到很大，可是就是有一塊自己的地，可以慢慢把土養起來，然後你可以看到那個作物每一年，因為你對土壤好，所以它的那個作物生長的狀況很好。我覺得我沒辦法很踏實的得到這種感動。2013年，農委會又推動嘅新嘅鼓勵後生農民歸到田中下耕種嘅政策，喺各地成立嘅16個青年農民聯誼平台，到一下大約有2700人嘅後生人加入。唔過農地近來見貴嘅老問題還係無解，故所假使咩做農嘅第二胎，也係有土地嘅後生人，平均2年半到3年就唔耕種嘅。氣候的影響，如果說下大雨淹水的話，整個都沒有辦法收成，那你的存折如果說你沒有資金，沒有準備個100-200萬，你回來真的第一年你就要再回去你原本的職場了。那我們現在新農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真的是土地，一地難求。就你真的有心想要種，那不知道從哪裡開始。台灣一直在講農地農用這個事情，然後因為我當然我一方面會想說，國家那個糧食自給率很重要，然後要維持一個生產面積很重要。可是我有時候會想說，如果我自己有一塊農地，我賣不賣？而且它價格很好，我賣不賣？用家人耕種嘅蔬菜延伸向做理嘅農地嘅價值，對2005年一坪大約8000元，2006年雪山農開通以後，一坪就起到9000元，2012年就2萬多元，2015年起到最高價14000元，一甲地就係1400萬。一甲地是產多少米，賣多少錢？
最少啦，1分地可以收800斤的谷子，800斤。300-400的白米公斤，300-400公斤的白米，1分地赚4万块。嗯，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要扣除成本。我如果要去买来盖房子，1分地是多少钱？你们这里1分地，那是用平来算啊。哦，1平2万块，大概1分地可能300平这样子，300万。300万到600万之间。是1分地400万好了。400万，你们要赚10年，对不对？啊，100年啊！哦，100年哦，你看是否？卖掉！天灯雪山农的开通。草农体一次对宜兰超多发动，喺从下个月的关呢，23岁就归到花莲玉里的家乡耕田，已经37岁，下面看就讲，昨天4年前投资客就落叶。农地开始长的时候，如果我的印象大概10年前，因为我记得10年前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好也有被访问，还有那时候，我们在学的时候，导演有问我说，健健你们这里一块农地多少？我那时候还很认真的去询问这个问题，后来得到的答案是我们这里1甲地就是1公顷大概在380万，10年前。后来那个导演还说哇好便宜哦，你怎么不投资？我说我没有钱啊。第2年花莲玉里一間農地就起到500-600萬，差唔多起嘅愛貴批嘅，上耕田嘅人3毛錢好買地，投資客實係富落嘅慢慢款等錢到後山以內買地。那时候推算就是雪隧刚开通的时候，好，接着我们玉里农地一年比一年贵，后来最贵的时候应该是，如果我的印象大概在6-7年前，最贵的时候我们这里1公顷可以飙到快1500万到1700万。20年當中，玉里農地對300萬起到1500萬以上，起嘅愛5批。同時，宜蘭它又有1900人公頃，12%做在耕種嘅蔬菜，變作為農舍、民宿、公共飯店也了，加加起來已經超過8500人棟。台灣一下耕種嘅人口平均嘅年紀係62歲，同時一下耕種唔係年冬唔冇樹，就係年冬好又買冇價。喺按照唔冇現實條件下，一下農地價勢好。讓農民買地換退休金，安尼有哪唔錯哈？立定很多新的政策，在鼓勵青年到農村去務農，去從事農業工作。可是你一方面就是希望年輕人進到農村去務農，可是問題是，你一方面又放任農地價格飆漲，然後讓老農跟新農對立。新農會希望說農地價格不要太高，我才可以買得起農地。可是對老農來說，那塊地是他的退休金。看到價格飆漲，他當然開心啊！我都常常年輕人回鄉顧稻子，老農退休顧孫子。對，這政策是很好。可是換言之，年輕人回來又要面對天氣、糧食政策。本來死的是老農，現在死的是年輕人。所以，如果在這幾年來講的農作物的價格跟整個耕作來說的話，務農真的非常辛苦。我以國體來講論來，全台灣農供應，就統計對2005年到2017年，全台灣消失的將近21萬公頃內做的耕種的土地。這年賺到錢，師傅一跑就走，留下來嘅東一國、西一國嘅土地，破壞嘅耕種嘅環境，麻害後生人耕種嘅成果弄爛掉咧。2016年前後，吳嘉玲開始想唔會講嘅。